我本来想是用我们原住民的语言来讲话啦，可是我们深坑是多主体，所以说还是用国语来讲。欢迎大家来我们深坑，也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深坑原住民丰年祭的活动。当4年的头目了。 很感谢我的这边的族人都非常的支持我，也非常感谢所有的朋友都来支持。因为我们原住民的语言也在渐渐的在消失，还有我们的文化，为了我们的传承，要让我们的下一代知道我们原住民族的文化。所以说我们在都市里面只有办1天，其实它只是 一个小部分而已所呈现的，可是为了我们的传承，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做下去。不做下去的话，以后可能就文化会没落掉了。所以说很感谢大家，也感谢我的族人，那么的支持我们协进会，谢谢。好，非常谢谢我们大会的主席一部给他头目，非常的谢谢。 那我们再邀请我们新北市原民局的局长杨希怡局长给我们说说话，鼓励，帮一下东亚路农民党，再次东亚路农民大旗局长农民大旗杨希怡，大家棒大，掌声鼓励，谢谢。我们的深坑区总头目，还有来自我们这个区的头目、副总头目，国策顾问，我们的刘顾问。 立法委员罗委员，还有我们新北市的最关心我们的原住民籍议员以上法律委员，在座现场所有来自28、29个区的理事长，还有头目，各位来宾、各位嘉宾，拿一口手里看看，黄不龙，来吼！今天已经不知道是第几场我们在台北市22个行政区要办的丰年祭了哦。我来到深坑，其实印象非常的深刻。 我们的理事长虽然不是阿美族的，但是他为了要筹划这整个区的丰年祭，他费尽心力。那今天看到有那么多的客一起来参加共襄盛举我们在都会区的文化活动，我其实心里很感动。原住民在都会区其实要生存跟发展，甚至要 找到很好的工作、居住的环境，其实有很大的压力，也有很多努力的空间。在这个过程当中，文化常常会被我们不小心就遗忘了。那这么多年下来，在市政府、市议会一直不断的支持跟努力之下，其实各个区定期都会举办1年1度的原住民丰年祭。深坑很不容易，因为我今天在这里看到，不光只是我们阿美族，我也看到其他15个族群，在今天这场活动我们都可以看见。 那台湾的原住民文化有很多需要进行努力跟保存的地方，不光是我们原住民自己要非常的努力，我们更需要不是原住民的我们一般的社会大众，我们的市民朋友一起来共襄盛举。今天有这么多的在地的人士，或者是我们的中央或地方的民意代表都一起来参加，我想 台湾的原住民文化不断的传承跟程序是指可待的。我当然更希望我们自己在地的原住民族人，对于这样子的活动一定要自己亲身参加、亲自来参与，因为学习是我们一条不能休息的道路。那在这里，除了祝今天的这个活动能够顺利圆满成功以外，也代表我们市长朱立伦朱市长，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再次谢谢我们新北市原民局的局长。